天高龙，你不够真实咯！咱城市内必了使用着心灵一刀，插进着天高龙木枪的心脏了后，城外龙虾四步。 六合吹马加鞭，特别到天瑞国拯救着伊爱徒阿霸王。阿霸王，有个神书，多的是阿霸王。这个就你啊！这是我的徒弟阿霸王。你若看会准，我看伊的事迹，看伊的体格，就知影是我的爱徒阿霸王。徒弟，你为着我化妆牺牲在天雷国，使我肝肠寸断。 心胆欲碎，爱徒赵乾坤，请你赦免我，请你赦免我，徒弟。神师啊，这个所在唔能够悲伤呢，恐惊这天狗龙大对我未来对咱非常的不利。徒弟，你再生英雄汉，死则英雄魂。 叫我六合怎样倒转去西域，对你母亲的交代，徒弟。平沙无怪气已经被天狗龙的妖孽四面给困惑，非常惊人。天狗龙的妖孽特别攻杀着沙无怪气，沙无怪气冷汗直流，提心吊胆。 这个时阵，六合观看状况不对，万分的危急，特别使用伊六合正气神功解救沙魔怪气，修天地之正气，采四方之万灵，集中人之精神，放弃整理六合。 2、3事行就无代志，若毋是讲六合仙师，你伫个城顶跳落来，我这条老命就亲去咯，一声就叫搞起来咯。我敢惊深夜正阴森森，也安尼吼，龙声四步，实在使我呢吼，非常的紧张啊！好佳哉，救星啦，救星啦！哦，前辈可是沙魔怪客啊，这是查某怪客了。沙魔怪客，你是我的大恩公啊！不敢，这互相啊！ 六合啊，老实讲，我是真爱看你练这部功夫，但是你功夫若练了后，我听到乒乒乓乓、砰砰砰，真欢喜。毋过过了身，我就足担心的。哦，前辈怎样心？因为你若中这个六合正气功安尼拍了后，你的元气失3分，规个面色都拢苍白啊！这点就真晦气咯。六合啊，我甲你讲。 我是比你较济岁淡薄，种种的经验有较丰富淡薄，所以呢，讲这句话无一定较夸口，你也毋通见过咯。请前辈指示吧。凭着你的赤手空拳，要来斩除八龙，要来破灭掉伊这个赤狐的组织，我想是非常的艰难呐。况且尧顿国赵云强天狗龙，伊也曾经来保伊。
刀枪气功不入。假使你若是要收持天狗龙的话，也是要破这个赤鹅组织，也需要往到白塔寺见到3名小僧，借这6口宝剑，别红旗殿辟邪流星，逼你干将。这6口宝剑若是入手，我相信你这要破伊赤鹅组织是非常的简单才对啊，前辈。这6口宝剑不应该出现风尘，宝剑出现风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陆合尽量斟酌，但无祖师所讲斟酌破解破灭，任一时之气，免受千日之忧啊！陆合，你的强记待人，忍辱处事，这我是真给你钦佩。但是你爱想讲，你的徒弟哑巴王今日在参状啊，徒弟再讲为这款无愉快的代志啦。是的，话佫讲翻头啦，那阿霸王今日都死咯，死就是伊的性质太刚强，也好战佫好胜，因此造成惨状啊！总讲一句，伊也是舍身处义，名留千古，光随特别。但是我真担心你陆合，现在有一件惊人的代志佫发生咯。前辈，有啥物惊人发生呢？我讲互你听。这个达旦国本来就是达旦宫的大公主铁焰奴在咧摄政，在了无几日进前，这个赤鹅神君当着伊铁克太良的这个达旦亲王2人狼狽为奸，助纣为虐，自将着这个公主给压禁在铁狱的内面。现在达旦国就是这个铁克太良在咧摄政咯。而且，这个赤鹅已经被封为国师，掌理全国的大权呢。好惊人的阴谋，可恶的暴力！哎呀，陆合啊，你也得赶紧离开这个南城，以免受害啊！为什么？前辈为什么吗？陆合有所不知。即马这个奸王铁克太良一定会命令着这个南城之主，将恁军甲总甲你灭尽。但是呢，南城之主这个人真忠厚，一来伊唔敢违抗着亲王的命令，二来呢唔敢杀害着恁众人，一定会放你走。若放你走的时阵，伊就犯罪咯。犯罪满门被抄家灭族，你于心何忍？于心何安啊？所以呢，陆合，你唔通将心为憾，赶紧留一大劫啦！我这个怪客，嘛就赶紧来溜咯。前辈沙无怪客所讲的话绝对无错，无离开咱城，会连累着城主因兄妹啦。是，赶紧准备离开就是啊。毙掉。方才看到先师你大展神通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！毙掉，赶紧召集军甲离开咱城吧。为什么？一言难尽。要甲先师你若要离开，你家己离开就好。我搁在5天大事继承，天狗龙就死咯。我哪通离开呢？毙掉。踮这个所在，恐惊连累着城主因2人，最后也是离开吧。将这个详细情形来讲给城主知影，希望咱大家同心协力，团结一致，来收治奸王，解决掉伊赤鹅吧。这非一己之言啦。当然，这靠时间，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爱总配合。这个所在不是救济，赶紧来走。城主，了解吧？我真担心，正在准备发兵，你要帮助你。现在这野狼已经败阵而走，真万幸啦！请入来抬地吧。我想着要离开咯。为什么？这阮兄妹若假使交代不周的所在，你嘛都要原谅。城主毋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我有不可个人内心的痛苦。
不可过人，拢袂使讲我听。正是，好啦好啦，啊你若甲袂使你讲我听，我嘛毋敢强甲你挽留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不过你要离开，甲我的小妹阿兰相识一下。是阿兰哦，出来啊出来啊！刘学先生你要离开咯。来哦。先生，为什么你要离开？因为我有要事伫要办，踮这个所在有较无方便啦。这个所在是伤心之地，难怪刘学先生你大了不如快，尤其是阿霸王的惨状。啊，金丝兰，这也毋是这件代志。你的兄妹对我的爱护、良情厚谊，勿弃难忘。我有一天会过来看你，刘学先生，请你莫离开革命日时。现在信会东散，道法道路任你绝技无满，你莫甲挽留，我非离开不可。你的囝儿白金铁砂乡，我会甲带到中原，互伊读书，互伊成为一个文明的人。多谢你啦，先生。至今离开，何时重见？山水都相逢日，人生何地不相逢呢？别防新君哦，姚先生啊，要离开已经拢看好势啊。低调，你离开吗？我踮这个所在，过5天我就成功。姚先生，我一定将这天高龙的手机挂互你看，你才知影讲我低调较受把握。好，我暂别。安尼好啦，姚先生也无倒转来我的指引国风。老前辈带路吧，好，对着你。啊，毕了啊，为什么刘学先生要离开？实在我呢，我肝肠寸断。城主你做人实在是真忠厚，我毕了应该嘛是爱离开啦。但是呢，我的任务尚未完成啊。现在天高龙病入孤亡了，然后天高龙死的消息得到了后，我赶到着这个九分宫，将伊的头壳给斩断。安尼，我的任务才会完成了。毕了啊，嚯，你这个新别手法实在是令人钦佩啊！难怪讲这武林的人物在称呼你是武林的博士，称呼也无过分啦！先生请了，无量寿佛。这个所在就是叫做什么地方？哦，这就是五陵峰魔正寺，施主有何贵事吗？请问三位先生，你是毋是13年前有在这个沙漠中捡一个囡仔，是出世的孩童，有无？无量寿佛。我就是二公主铁爱奴，也就是北龙白祖第7，我叫做冷心心独眼龙啦。哦，无量寿佛。小三义，考证擂鼓，迎接贵宾，无量寿佛。多谢啦。现在魔镜异响，阴阳鼓配合着这个五镜，产生着魔音气闹。地说着伊冷心心，昏昏欲醉。哦，无量寿佛。哪位小来走啊？今日来走啊？老先生啊，我西北河这边来啊！你要走去倒位？你无我面头前，做事哦，威武壮观啊！你看卖，赶紧的，迄阮同行啊，你咧，赶紧来个照庙安心啊！咱伫个中途拄着沙漠怪客，伊嘛是讲我爱偏对西北，唔通行对东南啊！迄边讲什么妖盾国啊？迄妖盾会食人啊！煞落去什么九分宫啊？讲甲那天花乱坠，咱是要来找着合咧？赶紧的啦！西北河这边来啊啦！赶紧的啊！
无良寿同理啊！贵宾各位靠前擂鼓迎接贵宾无良寿。我头光有点急迫，喂呀，我这听见这人多病，我在酒醉。我这叫 disco， 哇，天星里我这跳着冲浪舞。哎呀，是啊，你这跳啥？灵魂不朽。哇是啊，叫点雷啊，点成片雷啊，是啊，叫点成片雷啊啦。老医生啊，我规身躯拢流汗。你辛苦流汗，我裤底嘛是澹澹。可怜啊，如今已经对了深坑落去。赶紧来落去解救啦！落去解救，迄外深你敢知？我知。是啊，无你跳落讲。你要头重尾轻啊，跳落拍车恁。就是啊，因为我家己想啊，这个就是儒家讲话伤过风，而且我用这个魔音传脑，也去表示三名高僧啊，因此才会中着伊魔音啦。因的魔音关咱骨肉级，好惊人。阴阳果甲五口魔精效率到底，实在天电用要颠倒病啊！魂消魄散。怎样啊？怎样啊？咱走也走袂离哦。我看这个时阵在运用东医力。啥玩意儿做东医力？哎，老和尚无使伫咧看册，欲得其精，则求其医；欲成其代，则求其同。东医二者，非必自然，可以为之。安尼啦。你老干神讲也煞对，咱这儒道识三教是正教呢，来拜这邪教做师傅哪对？你只有这个办法啦。无量寿佛啊，是啦，高僧，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魔毒金威啊！现在想要拜你为师，望你收我为徒吧。对啦，望你收我为师吧。不是，望你原来收我为徒嘛吼。哦，你若诚心要拜师，你就要服从着我的规则。迄当然，老师受这边失败，不用啊，该练啊。无量寿佛。大王喂。大勇喂，大勇喂，疼死我！八龙，我来留可八龙。第八翠花龙是在我毙掉的百姓房，第七个独眼龙已经改写规定。第六个赤龙，第五个香尾龙，第四个八角龙，第三个蝙蝠龙都收拾了。第二个大流口首领喷火龙杀无我也已经对落喷火者，只剩这只天高龙你还有我久？疼死我！加油啦！哦，我心疼！哇！我的头疼，我的头壳要憋破！哎呦喂！沙都烟啊，可能毙掉你甲做法啦。以前你也是想毙掉的做法，险险实在难救啊！就是我救你。沙都烟。大勇喂！
内中有干系。梁光宏啊，一干了啊，你一定爱说法。我知影啦。天生啊，好，这大法魂、大法武，也甲这大法阴，迄三个妖精足厉害咯。迄内面，迄先让我阴精，搁再阴阳果，哇，实在。我就是用知识不用力德啊，爱甲伊感化。咁我都有啦，慢慢来，你毋通心急啦。无量寿佛哦，师到啊，老师傅，哇，你来到这？然后定定听恁伫咧风声六合做人真仁慈，变成未见其面，你是毋是会当去甲叫六合来遮甲我熟悉？哦，也毋过毋知影六合先师即摆伫倒位？六合现在就伫踮在即个紫阳国白凤神君的洞内。安尼好，安尼我来请伊来吼。唔通啦，天生啊，你唔通害死六合啦。袂啦，我来去。我来介绍，这是六合神师，客寿3位圣僧请了前明六合。哦吼，六合你真出名啦！来到我这个魔境寺，我真欢喜。小三爷，贵宾到位，口请雷过迎接受。有你害死！袂啦，六合神师啊，这魔境奇险，这是魔音传闹非常的厉害。六合神师啊，你著要闭六门关七窍。是前辈放心啦，我会进来。哎呀，先有做救人救过小人不平安啦！现在六合已经中着魔音传闹，是毋是有可能脱过呢？必要以天高龙的战果如何呢？请看续集。